喺維港口腔，每一封感謝信背後都係一個暖心嘅故事。今日等我哋一齊翻開呢啲信，聽下顧客同醫生之間嘅真誠對話。讓我哋一齊來了解本次感謝信背後嘅醫生沈浩宏醫生。精準源於對專業嘅極致追求，安心來自以患者為中心嘅初心。在數字化牙科嘅時代，維港口腔沈醫生始終將技術視為工具，將患者嘅真正需求放在首位。本期專訪為你揭秘一位優秀牙醫嘅匠心與人心。維港最打動我嘅係醫道濟世嘅理念，呢度唔單止有國際先進嘅設備同埋技術，更重要嘅係我哋團隊會根據每個客人嘅需求，甚至係佢哋嘅顧慮，去制定個人化嘅治療方案。例如為經睇牙嘅客人安排無痛治療，呢種注重細節嘅服務精神，令我更加明白醫療嘅本質，唔單止係解決問題，更係要俾人溫暖同安心。我希望繼續提升技術，特別係數字化種植同美學修復呢啲領域，同時將預防勝於治療嘅理念傳播出去。喺維港，我哋定期做公益活動同口腔科普，以後都會用更多唔同嘅方式，等大家明白口腔健康係幸福生活嘅基礎。